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F Magazine，各位街坊老友記。今日呢條片我就同大家徹徹底底爬一爬近年最震驚香港網絡圈、籃球圈嘅大醜聞：混血肥仔曾達欣偷食出軌、家暴老婆，搞到家庭破碎，自己就拍拍屁股走咗去英國嘆世界，而個小三就改名轉運賣 HKU 女神搏翻身，受害者就獨自療傷。呢件事足足鬧咗一整年，好多細節大家可能唔知。今日我就逐個位拆解，從偷食曝光、家暴黑幕到三個人而家嘅下場，一五一十講清楚，保證你睇到咬牙切齒。記得恨到最後留言話我知，你點睇呢件事？首先我哋先認識下主角混血肥仔曾達欣，人哋亦叫佢 Tommy Seng。講起佢，以前喺香港籃球圈同 YouTube 圈都有少少名氣，憑住混血外表同埋有啲搞笑嘅言論，吸咗唔少粉絲，仲同老婆千惠子組成家庭，有埋女兒。表面睇落去真係風光無限，一個幸福嘅家庭男人形象。誰不知呢個外表圓圓潤潤嘅男人，內心竟然咁陰暗，背住老婆做咗一大堆醜事。事情要從2025年2月講起。當時有越南 YouTuber 無意中拍到曾達欣同一位名叫丁燕，均大家都叫佢丁丁嘅女生一齊喺越南同遊，兩個人行埋一齊，態度親昵，完全唔似普通朋友。片段一出，即刻喺網上瘋傳，好多網友都話：喂，曾達欣唔係有老婆咩？點解同另一個女仔去越南玩？一時間偷食嘅懷疑聲四起，大家都等住曾達欣同丁丁出嚟回應。當時丁丁嘅反應就幾快，即刻喺 IG Story 度交代，仲分享咗越南蛋咖啡嘅 Reels， 話自己呢幾個月經歷咗人生低潮，一直喺學做幕後、寫稿、剪片，而家有啲 idea， 就想試下拍片復出，仲坦言自己好驚拍得唔好，驚俾人鬧，話既然俾人影到同曾達欣同遊，就順理成章出片。講到呢度，我就想講句，喂，丁丁你呢個回應唔係等於間接認咗同曾達欣有關係咩？明明係偷食，講得好似自己好委屈、好努力咁，真係令人睇唔過眼。而曾達欣呢，當時就冇即刻回應，一直躲喺後面，任由事件發酵，直到後來越來越多證據流出。有網友爆出曾達欣同丁丁其實早有私情，唔係一次兩次嘅偶遇，而是長期出軌，甚至喺老婆千惠子懷孕湊女嘅時候都同丁丁鬼混。呢個消息一出，網民即刻炸咗鑊，紛紛鬧曾達欣渣男無良心，話佢唔識珍惜自己嘅老婆同女兒，枉為人夫，枉為人父。可能有網民會問，千惠子當時知唔知老公偷食？據知情人士爆料，千惠子其實早有察覺，曾達欣經常夜歸，電話唔肯俾老婆睇，經常找藉口出差同朋友聚會，但其實都係同丁丁出去。千惠子一開始仲想忍，為咗個女想保住個家庭，直到越南同遊嘅片段爆出，佢先至徹底死心，知道呢個男人已經冇得救，於是決定同曾達欣分開，獨自帶住女兒生活。本以為偷食事件鬧一陣就會過去，點知呢件事只係一個開始，更震撼嘅黑幕仲喺後面。曾達欣不單止偷食，仲家暴老婆。呢個消息係由同為移英 KOL 嘅 Uncle Bob 爆出嚟㗎。Uncle Bob 話喺偷食事件爆咗之後冇耐，曾達欣曾經溝過佢，喺一間 BB 裏面同佢獨自傾偈，話自己尋晚俾差佬拉咗，今朝先放出來。Uncle Bob 呢個時候先知道，原來曾達欣有家暴嘅行為。Uncle Bob 仲詳細爆料，話曾達欣當時極力淡化件事，話家暴只係一個 altercation， 即係互相推撞，仲話係 handbags fight， 好似兩個足球員互相推撞咁，仲展示咗警察拍嘅傷勢相，聲稱自己先係受害者，話老婆千惠子先係主動挑釁嘅一方。但係 Uncle Bob 就話，曾達欣同佢展示同老婆嘅對話記錄時，將自己嘅惡言惡語全部刪咗，淨係留低千惠子嘅發脾氣嘅說話，搞到好似千惠子單方面發脾氣，主動攻擊佢，咁真係好陰濕。後來有網民找到英國法庭記錄嘅截圖，截圖上面清楚顯示 Chang Tommy 同埋 assault by beating 嘅字樣，證實曾達欣喺英國因為襲擊罪被定罪。呢個襲擊對象好大機會就係佢老婆千惠子。呢個證據一出，曾達欣家暴嘅真相就再也瞞唔住，網民更加憤怒，話原來呢個死肥仔不單止偷食，仲敢打老婆，真係禽獸不如。
講到呢度，我就想同大家分析下曾達恩呢個人到底有多渣。首先，佢有一個賢惠嘅老婆，有一個可愛嘅女兒，家庭美滿，事業都算有成就，但佢唔知足，偏偏要背住老婆偷食，傷害自己最親近嘅人。其次，偷食就算啦，仲家暴老婆，對一個女人下手，而且仲要裝可憐，倒打一耙，話自己係受害者。呢種行為真係連禽獸都不如。最令人氣憤嘅係，佢家暴罪成之後，完全冇任何悔意，反而拍拍屁股走咗去英國過寫意生活，將所有嘅傷害都留俾老婆同女兒，真係渣到入骨。而家我哋再講下偷食事件同家暴事件爆出之後，三個主角嘅下場到底係點？首先講受害者千惠子，呢個女人真係好可憐，嫁咗一個咁嘅渣男，被出軌、被家暴，最後仲要獨自帶住女兒生活，承受住巨大嘅心理壓力同埋外界嘅目光。喺偷食事件爆出半年之後，千惠子曾經復出拍片，分享自己嘅生活，想重新開始。但係家暴罪成嘅消息爆出之後，佢又一次受到打擊。最近，千惠子喺社交平台發出感性長文，講自己過去1年多嘅經歷。話自己經歷咗好多困難，呢啲事情直到而家都未完全過去，對自己造成咗好深嘅傷害。每日都好努力咁從井底往上爬，但係現實同壓力又一次又一次將佢拉回去，好多時候都覺得自己承受唔住。佢仲話有啲傷口唔係咁容易講出口，但好感激當時嘅自己能夠堅定但保護自己。仲話公義經常遲到，但至少他沒有缺席。看到呢度，相信好多街坊都會覺得好心疼。千惠子一個女人承受咗咁多，卻依然努力生活，想保護自己同女兒，真係好堅強。希望千惠子可以盡快走出陰影，同女兒過上安穩幸福嘅生活，遠離呢個渣男，以後都唔好再受到任何傷害。接落嚟，我哋講下個小三丁丁彥君。呢個女人被網民封為北區籃球圈震撼小三。偷食事件爆出之後，佢嘅名聲一落千丈，被網民鬧到體無完膚。好多人都話佢破壞人哋家庭，不知廉恥。但係丁丁並冇因此退出公眾視野，反而諗計謀轉運，竟然改咗名，由彥君改成丁姐。據網上資料，丁丁原名彥君，從五格剖象分析來講，總格、人格同天格都屬於空數，代表一生容易遇到起伏同意外阻滯。人格12數理更係掘井無泉，有志難伸，容易情緒化。而新名丁仔，總格同人格都係15，數理屬吉，寓意福壽穩定、貴人相助，外格為1，更係象指領導力同影響力嘅首領數。話咁改咗名之後，有利於建立個人品牌，搏翻身。除咗改名轉運之外，丁丁最近仲宣布重返香港，同 BBO 另一個女神 Vic 一齊開咗個新 channel， 名叫 B2 Break the Box， 仲宣布逢星期2出片，想憑住呢個新 channel 重新吸引粉絲，搏翻身。呢個女神 Vic 今年24歲，係2021年 Hong Kong U 畢業生，本身從事 modeling 工作。佢喺訪問中透露，自己其實唔係好中意影相，開始做 model 之後，先發現唔係單純對住鏡頭笑就得，仲要顧及客戶嘅需求同埋要呈現嘅形象。Vic 仲強調自己最唔想妥協嘅就係改變自己嘅價值觀，話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堅持，每個決定背後對得住自己就可以。生活唔係為咗盲目迎合所有人。講到呢度，我就想問一句，Vic， 你作為 Hong Kong U 女神，有學識有外貌，點解要同丁丁呢個小三合作？你知唔知道丁丁係破壞人哋家庭嘅小三？同佢合作唔驚影響自己嘅名聲咩？難道真係為咗流量，什麼都唔顧？而丁丁復出之後，雖然改名轉運，仲從咗 HKU 女神做拍檔，但網民依然唔買賬。好多人喺佢嘅社交平台留言，鬧佢不知廉恥。小三始終係小三，改個名就想洗白，冇可能。其實大家都清楚，改名唔可以改變事實。丁丁破壞人哋家庭，做小三嘅事實永遠都抹唔去。無論佢點樣搏翻身，都唔會得到大家嘅原諒，因為佢傷害咗一個無辜嘅女人，同埋一個可愛嘅小朋友。呢種傷害係永遠都無法彌補嘅。最後我哋講下呢件事嘅始作俑者混血肥仔曾達恩。呢個渣男偷食家暴罪加一等，本以為佢會受到應有嘅懲罰，點知佢竟然退居幕後，
長駐英國，要佢管理 BBO， 過住極其寫意嘅黃金獨身漢生活。最近佢仲宣布自己成功通過咗 Life in the UK 考試，租咗新屋，仲揚言要破舊立新。唔是喺社交平台風騷，分享自己移居英國嘅寫意生活，專心做球迷，大談波衫入手，仲興奮出 post 話自己笑得像個孩子，完全睇唔出有任何悔意，彷彿偷食家暴嘅事同佢一啲關係都冇。講真，看到曾達欣呢種態度，真係想鬧爆佢。你傷害咗老婆同女兒，毀咗自己嘅家庭，竟然可以咁心安理得咁喺英國嘆世界，完全唔理受害者嘅感受，呢種人真係冇心冇肺，渣到極點。好多網民都話希望曾達欣可以受到更嚴厲嘅懲罰，唔好讓佢咁輕易就逃過一劫。希望法律可以給千惠子同個女一個公道。其實呢件事唔單止係一個明星嘅醜聞，更反映出好多社會問題。首先，家暴係絕對不容忍嘅，無論男女都唔應該受到家暴嘅傷害。遇到家暴，一定要勇敢站出來保護自己，尋求幫助，唔好忍氣吞聲，因為忍氣吞聲只會讓施暴者更加囂張。其次，出軌係對婚姻嘅背叛，對家庭嘅傷害。既然選擇咗結婚，選擇咗組成家庭，就應該忠於自己嘅伴侶，珍惜自己嘅家庭，唔好因為一時嘅貪念，毀咗自己嘅一生，亦都毀咗別人嘅一生。另外，我想同大家講下，作為公眾人物，應該要樹立一個好嘅榜樣，因為公眾人物嘅一言一行都會影響到好多人，尤其是年輕人。曾達欣作為一個有一定知名度嘅 KOL 同籃球圈人士，唔單止冇樹立好榜樣，反而做出偷食、家暴呢種醜事，影響極壞呢種行為，真係應該受到公眾嘅譴責同埋法律嘅制裁。而家偷食事件已經過咗1年，家暴罪成嘅消息都已經曝光，但曾達欣依然喺英國過住寫意生活。丁丁改名轉運駁返身，只有千惠子一個人帶住女兒，默默承受住所有嘅傷害，努力復原。呢個結局真係令人好唔忿氣，但係現實就係咁殘酷。好多時候，渣男同小三可以逍遙法外，而受害者卻要承受所有嘅痛苦。不過我相信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不是不報，時候未到。曾達欣同丁丁雖然而家可以逍遙一時，但係佢哋做嘅醜事永遠都會被人記住，佢哋嘅名聲永遠都會有一個污點，無論佢哋點樣努力洗白，都唔會得到大家嘅原諒。而千惠子雖然經歷咗好多痛苦，但係我相信憑住佢嘅堅強，憑住大家嘅支持，佢一定可以走出陰影，同女兒過上更好嘅生活。以後一定會遇到一個真正珍惜佢、愛護佢嘅人。講到呢度，可能有街坊會問，點解曾達欣家暴罪成，仲可以喺英國過住咁寫意嘅生活？其實英國嘅法律同香港嘅法律有唔同。曾達欣雖然係家暴罪成，但可能被判嘅刑罰唔重，或者已經執行完，所以先可以咁逍遙。但係無論如何，佢嘅行為已經受到咗公眾嘅譴責。呢種道德上嘅譴責，可能比法律上嘅懲罰更加令人難以承受。另外，有網民爆料，曾達欣雖然長駐英國，但依然仲喺管理住自己嘅公司 BBO， 仲有唔少收入，所以先可以過住寫意嘅生活。呢個消息一出，網民更加憤怒，話呢個死肥仔靠住自己嘅公司賺錢，過住好日子，而受害者就喺香港受苦，真係太唔公平啦。其實呢個世界上本來就冇絕對嘅公平。但我相信，只要大家一起譴責呢種惡行，就可以讓更多人知道偷食家暴係唔容許㗎，就可以保護更多無辜。仲有好多網民都好關心千惠子同個女嘅近況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千惠子而家專心帶女，有時會拍啲短片分享自己嘅生活。雖然仲有好多困難，但係佢一直好努力，想給女兒一個好嘅成長環境。好多網民都會喺佢嘅社交平台留言支持佢，話千惠子加油，你好堅強，唔好理個渣男同小三，好好生活，同女兒幸福快樂，相信有咗大家嘅支持，千惠子一定可以更加堅強，早日走出陰影。而丁丁同 Vic 嘅新 channel 雖然已經推出咗宣傳片，宣布逢星期2出片，但係關注度並唔高，而且好多留言都係負面嘅，大家都唔買佢哋嘅賬。其實大家都清楚，丁丁無論點樣改名，無論邊個做拍檔，都改變唔到佢係小三嘅事實，都洗唔白自己嘅污點。
希望丁丁可以明白，與其浪費時間同精力去洗白自己，不如好好反省自己嘅行為，向千惠子同個小朋友道歉，呢個先係最應該做嘅事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同大家傾傾，如果你係千惠子，遇到老公偷食、家暴，你會選擇忍氣吞聲，保住個家庭，還是選擇勇敢站出來，同渣男分手，保護自己同小朋友？可以喺評論區留言話我知你嘅選擇。其實我覺得無論選擇邊一樣都冇對錯，因為每個人嘅處境都唔一樣。但係我覺得最重要嘅係一定要保護好自己同小朋友，唔好讓自己受到更多嘅傷害。另外，我想提醒大家，無論係男生還是女生，在婚姻中都應該互相尊重、互相體諒、互相忠誠，唔好因為一時嘅貪念做出傷害對方嘅事。婚姻係神聖嘅，家庭係珍貴嘅，一旦毀咗就很難再挽回。而家好多人嘅婚姻都面對住各種各樣嘅問題，但係只要雙方都有誠意，都願意為對方改變，都願意珍惜呢段感情，就一定可以解決問題，維持好自己嘅家庭。仲有，家暴係一個好嚴重嘅社會問題，好多人遇到家暴都會因為害怕，因為顧及面子，因為想保住個家庭而選擇忍氣吞聲。但係呢種做法只會讓施暴者更加囂張，只會讓自己受到更多嘅傷害。所以我想提醒大家，遇到家暴一定要勇敢站出來，及時報警，尋求家人同朋友嘅幫助，或者尋求相關部門嘅幫助，保護好自己嘅人身安全，唔好再忍氣吞聲。而作為旁觀者，當我哋遇到有人受到家暴，或者知道有人受到家暴嘅時候，唔好袖手旁觀，要盡自己嘅能力去幫助佢哋，給佢哋支持同鼓勵，讓佢哋知道佢哋並唔孤單，有好多人都在支持佢哋，讓佢哋有勇氣站出來保護自己。回到曾達恩呢件事，其實呢件事之所以可以引起咁大嘅關注，唔單止因為曾達恩係公眾人物，更因為呢件事涉及到偷食、家暴呢兩個敏感話題。呢兩個話題都係大家非常關心嘅，都係大家非常反感嘅。偷食、背叛婚姻、家暴、傷害他人，呢兩種行為都係違反道德同法律嘅，都應該受到公眾嘅譴責同埋法律嘅制裁。而家曾達恩依然喺英國過住寫意生活，冇任何悔意。丁丁改名轉運搏翻身，依然被網民唾罵。千惠子獨自帶女，努力復原。呢個結局雖然唔係大家想見到嘅，但係我相信時間會證明一切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曾達恩同丁丁遲早都會受到應有嘅懲罰，而千惠子遲早都會走出陰影，同女兒過上幸福快樂嘅生活。講到呢度，呢條片就差唔多要完啦。今日我同大家詳細講咗混血肥仔曾達恩偷食、家暴嘅全部細節，從事件曝光到三個主角嘅下場，一五一十講清楚。相信大家都有自己嘅看法。最後我想同大家講，無論係婚姻還是感情，都應該珍惜，唔好做出傷害他人嘅事，因為傷害他人最終都會傷害自己。同時希望大家都可以關注家暴問題，支持受害者，譴責施暴者，讓呢個世界變得更加美好。記得留言話我知你點睇曾達恩、丁丁同千惠子呢三個人。你覺得曾達恩應該受到更嚴厲嘅懲罰嗎？你覺得丁丁可以翻身成功嗎？你支持千惠子嗎？另外記得 like 呢條片 share 出去，俾更多人知道呢件事，俾更多人警惕，唔好再犯同樣嘅錯誤。關注我，下次再同大家拍更多網絡大瓜，爆料更多鮮為人知嘅細節。我哋下次見。補充一句，好多網民都話曾達恩之所以可以咁逍遙，係因為佢有錢有勢。但係我相信，無論你有錢有勢，都唔可以無法無天，都唔可以做出違反道德同法律嘅事。只要你做咗壞事，遲早都會受到懲罰。另外，有網民爆料，曾達恩喺英國嘅生活並唔係表面咁風光。其實佢嘅公司 BBO 最近遇到咗好多問題，收入大減，可能用唔到幾耐就會面臨倒閉。如果呢個消息係真嘅，咁就真係大快人心啦。仲有丁丁同 Vic 嘅新 channel 雖然宣傳得好勁，但係推出嘅第一條片播放量並唔高，留言亦都以負面為主。好多網民都話唔會關注呢個 channel， 唔會支持小三同埋幫小三洗白嘅人。其實呢個結果係意料之中，因為大家都有自己嘅底線，都唔會原諒破壞人哋家庭嘅人。
希望丁丁可以早日清醒，不要再做無謂嘅掙扎，好好反省自己嘅行為，向千惠子同個小朋友道歉，呢個先係最應該做嘅事。最後再一次祝福千惠子，希望佢可以盡快走出陰影，同女兒過上安穩幸福嘅生活。希望佢可以遇到一個真正珍惜佢、愛護佢嘅人。希望佢以後都唔好再受到任何傷害。同時也希望所有受到家暴、受到感情背叛嘅人都可以勇敢站出來，保護自己，早日走出陰影，重新開始自己嘅生活。感謝收看，記住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。如果大家對本集內容有咩意見，可以在留言區留言你的想法。下集見，拜拜。